421港房成交點評，樓價回升，用價變炒家。元朗朗天峰14個月賺2成，過去1年整體樓價顯著回升。差餉物業估價署的私人住宅樓價指數更已經連升9個月，雖然按指數計算升幅相對溫和，但個別地區以至部分屋苑升幅已高達1至2成，部分新入伙新盤的業主亦實時成為贏家。其中於去年年初才展開推售的元朗新盤朗天峰，由於當時開售尺價僅約1萬元水平，個別單位尺價更低見9000元，和不少用家趁低吸納。近月屋苑入伙便二手接連錄得10幾多宗成交，部分升幅更相當顯著。有個別本身計劃購入單位自住的用家，趁樓價回升而轉為炒家，實時賺錢離場。有兩房單位的業主購入單位短14個月，已經賬面賺87萬元離場。位處於元朗18鄉路的朗天峰，鄰近區內大型私人屋苑上月，附近有多條巴士線，交通尚算方便。不過物業最大的賣點在於高樓底細戶型，提供不足400平方尺的兩房選擇，樓底更高達3.5米，提供大量創意空間，主打1兩房細戶型。最新售出便屬於當中細兩房單位，當中1B 座低層私室的單位，實用面積397平方尺，2房連開放式廚房間隔，主要望樓景。原業主於去年2月才以約446萬元一手買入單位，持貨僅14個月，新買家心儀單位剛剛入伙，加上間隔實用方正，最終以533萬元購入單位，折合實用面積尺價約13426元，賬面獲利約87萬元，期內升值接近20%以上。香港地產最新訊息由世紀21香港C21HK提供。